Hello，大家好，又係我 Alfred 用貼地理性角度同大家講愛情啦。嗱，友達以上戀人未滿呢個階段，相信大家都應該聽過噶啦。每當大家同一個自己都有意思嘅潛在對象發展到一半嗰陣，好多時都會用呢句說話去形容大家嘅關係嘅。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通常處於呢個階段，大家都會對未來好期待，有好多美麗嘅憧憬，幻想同個男仔拍拖嗰陣嘅溫馨畫面，甚至有啲人仲會形容呢一種疑幻似真嘅狀態，可能比真正拍拖仲更加好 feel 添。不過大家可能都冇諗過，對於想食完嘢又唔使負責嘅渣男嚟講，喺雙方呢一種半情侶嘅關係入邊，亦都係最容易令佢可以駁亂達到目的，然後全身而退嘅狀態。如果大家因為一時意亂情迷而失手嘅，最終可能又要喺愛情世界入邊搞多一次學費啦。咁今日呢條片啦，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下，當你同一個男仔已經發展到準拍拖階段嗰陣，點樣去分辨對方究竟係認真定係一個渾水摸魚嘅渣男？大家又有冇方法可以喺唔錯過一段認真關係嘅前提下，好好咁保障自己啦？嗱，喺能夠真正分辨到男人係咪想認真同你一齊之前，首先我哋都要了解咗點解渣男總係中意喺呢個醞釀期入邊出手呢？喺佢嘅角度，唔係應該氹咗個女仔同自己開始之後，先至更加容易得到對方嘅身體咩？嗱，點解渣男會咁揀呢？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喺準拍拖階段入邊，佢運作成件事嘅成本會係最低。又點樣令到自己成功得手，以至係要撤退嗰刻，渣男喺實際為個女仔嘅付出，以至係道德上要背負嘅責任，都會比真係一齊咗之後明顯少好多。因為如果對方本身就只係為咗性，咁喺正式確立關係之後，先至突然間話斷嘅，佢好可能就會孭住一個感情騙子嘅罵名，隨時俾咗個更大嘅理由對方去糾纏自己。就算喺比較好嘅情況下，男方基本都要做足所有分手嘅儀式，即係要度一個好靚嘅官方分手說法，既要令個女仔揾唔到理由去挽留，同時亦都要保護到自己嘅名聲。喺正式分開之後，亦都要提供一段時期嘅分手後服務，即係點都要撥啲時間安撫翻個女仔嘅情緒。除咗發信息之外，隔一排亦都可能要食多一兩餐飯去慰問下對方。成個過程隨時要搞成個月，但係如果係差嘅情況，就有可能俾個女仔死纏住，長期對佢有唔同程度嘅騷擾。如果最終都係挽回唔到嘅，男方就會暴露喺俾人識穿佢渣男身份嘅風險入邊啦。所以點解友達以上戀人未滿就係佢哋最理想嘅揾食區域啦。嗱，聽到呢度啦，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哇，講到個世界咁多危險，都係想正正經經揾個男朋友啫，而家搞到個人好沮喪咯。嗱，咁首先我都澄清翻啦，今日呢一集並唔係想打沉大家對戀愛嘅興致嘅，反而係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咁去享受愛情，所以先提供一啲更安全嘅方法，等大家可以減少受傷嘅可能性。始終都要明白啦，拍拖本身就係一項有風險嘅活動，就好似游水、爬山、跳降傘咁樣。雖然過程係好開心，但都要有足夠嘅安全措施去保障自己。所以跟住落嚟啦，我就會同大家分享翻點樣可以喺拍拖前嘅曖昧期入邊，盡可能將潛在渣男揾出嚟嘅方法。首先，第一個常見男方嘅行為特徵就係佢會對你好好，同你相處會表現到好細心同溫柔。你哋之間除咗冇超越朋友範圍嘅身體接觸之外，其他佢對你做嘅嘢基本已經好接近，甚至直頭係男朋友會做嘅事。例如會同你匯報行蹤，或者講好多親昵嘅說話。但係除咗不斷對你好之外，佢喺任何方面都唔會主動明示暗示咁話你知，佢想同你嘅關係有進一步發展。甚至乎當你忍唔住想試探佢意圖嗰陣，佢都會用一啲好動聽，但係講咗等於冇講嘅說話去應付你。例如係佢好享受呢刻同你嘅相處，又或者佢對你好係發自內心嘅呢一類說話。另外一個特徵啦，就係佢會喺傾偈過程中有意無意咁喺你腦入邊製造大家未來嘅拍拖畫面。不過佢嘅表達方式就唔會直接將你放入佢個世界入邊，反而係會久唔久同你分享佢自己同未來女朋友嘅完美愛情憧憬。好似係拍拖會一齊去旅行，又或者如果大家係同居嘅，你哋嘅屋企又會係點嘅呢？如果你本身對佢有好感嘅，就好自然會自己對號入座。而最後一個特徵就係當你哋處於一個放鬆嘅氣氛底下，對方就會開始講好多甜言蜜語，無論係一啲讚美甚至係調情嘅說話。原因就係要將你內心嘅戀愛情緒喺短時間內推到一個高點，然後順利達到佢嘅最終目的。
嗱，啱啱講嘅呢3個渣男行為，可能你都會覺得有啲熟口熟面啦，因為好多男人追女仔嗰陣都係用咁上下招數噶嘛。不過如果你有細心留意嘅，就會發現對方係從來唔會清晰咁表明佢係想同你拍拖噶，佢只係一直用唔同方法去挑動你嘅情緒，增加你對佢嘅好感，等你對佢有更多幻想。同埋如果對方係老手嘅，佢出手嘅時機同力度就會好準確，密度亦都會明顯比一般追求者高。喺女仔角度就會覺得同個男仔一齊嗰陣會有好多浪漫溫馨時刻，但同時又會感覺到對方隱約俾到你嘅壓迫感。咁當然亦都唔係話有齊以上特徵嘅就代表佢一定係渣男嘅，只係如果類似行為出現喺同一個人身上有一段時間嗰陣，大家就要好小心留意啦。總括嚟講啦，有達以上呢個狀態，確實係成為情侶之前必須要經過嘅階段嚟嘅。至於要幾耐先可以跨過呢個階段呢，亦都好視乎唔同人各自嘅做法。不過在個人角度，我就唔建議大家停留喺呢個時期太過耐啦，因為喺男女嘅發展過程入邊，呢個大家互相摸索嘅階段，其實係充滿住變數，以及好多混亂嘅思想同情緒，亦都好易俾某啲唔夠決心，甚至根本冇諗過同你發展嘅人擾亂，令自己做錯決定，而俾對方佔咗便宜。如果係咁嘅，當你同某個自己有興趣嘅男仔呢一刻淨係約會緊嘅，咁又有啲咩係應該或者唔應該做嘅呢？首先啦，大家又唔使因為怕咗某啲潛在危機而搞到自己綁手綁腳，甚至起晒槓嘅。當對住自己有意思嘅男仔嗰陣，可以適度咁開放自己，等大家有足夠嘅空間去互相了解，亦都可以好好咁去感受你哋相處嗰陣嘅氣氛。相反啦，就要經常留意自己有冇俾戀愛腦支配啦。當你發現你同對方一齊嗰陣，總係100%愛情感覺上腦，唔係好管理到自己行為嘅，咁就要揾方法令自己保持冷靜，同埋當刻盡量唔好做一啲喺理性思考下唔會做嘅決定啦。聽晒以上嘅分析，相信大家對今日講嘅現象都有基本嘅理解啦。建議大家可以就住嚟緊可能發生嘅唔同情況多啲思考，做定心理以至係行為上嘅準備。當面對男方嘅任何行動嗰陣，你都可以處理得更加好。而今日所講嘅呢種，只係比較傳統、典型趙元鬆渣男嘅揾食手段。不過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近年亦都慢慢多咗另一種進化版嘅渣男。佢哋會假扮同你拍拖，但實質就只係當你係 SP。如果大家有興趣聽下我深入分析嘅，都可以話俾我知。我喺往後嘅影片啦，就會再同大家探討下噶啦。咁今日嘅分享啦，就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呢，請你都幫手喺下面撳個 like 同 share， 又或者你有任何睇法嘅，都歡迎你多啲留言支持下。我會繼續用理性同貼地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唔同嘅愛情現象。如果你想聽到啲我關於唔同話題嘅分享呢，就即刻訂閱同撳一撳個鐘仔，仲有記得多啲 CLS 啦。下次見，拜拜。我係 Alfred， 我係一個生命教練，同時亦都係一個催眠治療師。我個目標呢，就係幫助大家喺認識自己嘅過程裏邊呢，可以揾到一個真正屬於你嘅一個快樂嘅美麗嘅人生。